李葡萄心情轻松，伫春天西游。行伫森林的时阵，伊欢喜甲直直甲帽仔等悬悬。伫个林仔边，当要行过矮树仔丛，伊停落来，静静听一世界。迄是啥物啊？伊听着路边有一个微微的悲伤的声音。哎呀，足痛的，人的脚有够痛，人的脚。李葡萄赶紧看卖，伊看到一个细细丛仔的植物，互人踏过，是一丛竹仔菜。李葡萄问讲：“你安怎看起来扁扁？”竹仔菜应讲：“有人经过，用一支骹甲我踏落。”李葡萄弯腰讲：“我来斗相共，我会使匀匀仔摸你的筋甲叶仔，互因好势好势。”伊开始用幼落的指头仔甲土掰互松松，甲叶仔捋互平平，搁去溪仔边摕寡水来压。李葡萄问伊：“啥物味闻起来遮舒适啊？”竹仔菜应讲：“是我的花啦，为着要感谢你高水的土地灵。”李葡萄想要尽量挖近花，好好啊闻。伊甲帽仔脱落来，放伫边仔。咧闻的时，伊的鼻仔变甲淡薄仔水色。有够香的。伊无发现人的脚当位原路行转来，一直到人骹足近啊，李葡萄才听到咚咚咚的踏步声。伊袂记即只帽仔，敢若目睭金金向人的骹。迄是两支骹，顶悬有两支长长的土色管仔，搁起有一寡孔色的物件，上顶面是一粒圆圆的头。迄粒头喙仔开开，拍青囝的目睭，圆壳壳，一捻都无捻。伊的骹亲像发筋，撞落土，定定无法度振动。即马，李葡萄意识到即个人在看伊啊。伊骹手扭了，捡帽仔提起来，咻！伊对即个人面头前消失啦。即个穿土色裤、孔色衫的做田囡仔，四界影，四界看，伊找无土地灵啊。他拄仔毋是搁徛伫伊的面前，遮奇啊！下暗要困的时，查甫囡仔甲阿母讲：“阿母，今仔我伫林仔边看到一身真正的土地灵，是真的哦。”阿母讲：“是啊，你有够好运呢！即个时代，土地灵罕得互人看到。”阿母真清楚，土地灵是有的。伊阁是查某囡仔的时，嘛捌看过土地灵甲精灵。